的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互相来研究。台湾人咧讲话，若要加强口气，有当着啊两句动词的夹斗阵用。国情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咱举例互相来个探讨一下。头一句咱来讲迄款人对着代志，伊无法度冷静。台湾人咧描写讲着甲跳，咱知影讲着，细细的淡仔着，恰着，囡仔人袂定着。但是跳着爬起来跳哦，着甲跳两字夹斗阵讲，就是讲当着代志，确实心头袂定静，安尼无法度控制就对啊。过来第二句，咱共款来举例，讲吼真正足怨气，你安尼甲我糟蹋，安尼甲我欺负，反击。当然第一就是用嘴讲骂，这个动词原来有。但是后壁出手要搁共扛，夹斗阵讲吼，当着这款情形，安尼累甲扛啦，两项拢共款夹斗阵，可见讲有偌硬，有偌唔愿就好啦。啊，搁来这个动词的咧吼，有够济啦。国情搁来举例，第三句咱来讲吼，请甲是，这就反对意思伫内底哦。啥做反对意思？请，咱咧讲真好意咧甲请。啊，若时咱咧讲就是提时，毋过请甲时摆斗阵，这都毋是正面的解说啊！我吼来到你遮吼，啊，甲你讲无几句话，都无开喙要甲你借钱哩。谁知影讲吼，你安尼反面无常，讲无几句就甲我请甲时，意思重点毋是头前即个请，毋是哦，是后壁即个时啦，就是讲甲我赶啦，讲较好听咧，两字动词原来甲摆做伙，安尼吼做请甲时。头一个讲甲我请毋拿啦，第二后壁搁先煞甲我时，你互我心肝看偌艰苦就好啊。共款两字动词做伙用，伊毋是咧讲正面的解说，伊咧讲反面的解说。啊，搁有一句，即句吼，咱常常咧听人讲，咱若去酒宴中奉请，咱讲吼，哇，出遮济菜，一路一直来，我食到遮已经饱啦。啊，第二吼，毋是敢若有菜尔啦。佮安尼真青草真热烈，连烧酒我那传伫咧桌顶，我啉来到遮，我那感觉有够热，我原来感觉醉啊。毋过吼，饱另外醉，这两句话若夹斗阵讲，饱甲醉，解说又搁变做反面的哦。国情啊，敢有影？对啦，这句饱甲醉，毋是咧讲酒宴中奉请，食甲饱甲醉，足少安尼伫咧描写啦。往往拢是咧讲啥？往往拢是咧讲你安尼甲我对待。甚至讲你安尼甲我糟蹋，也是讲你安尼甲我欺负啦，我敢若遭无你的对待啦，遭无你的冷落啦，一顿接一顿，安尼青草互我食甲粗饱，我都已经饱甲醉啊啦。毋则讲即句饱甲醉，原来咧讲反面的解说。国情今日甲你举例，拢是动词摆做伙用，这台湾的艺术就伫咧遮。你敢无感觉讲两句动词夹斗阵，口气真正加强袂少咧？